徛台灣看世界，來看中東的局勢，佫緊張起來了。因為荷姆茲海峽有船隻互攻擊，美國的總統川普宣布講停止甲伊朗的停火協議。隨後，美國就對伊朗發動着空襲。川普嘛咧社群平台嗆聲，講伊朗若佫繼續來攻擊，會20倍行動去。城市真遠的所在有火光熱道，所以聽到刺人耳聲音。這個畫面叫美國總統川普傳到伊的社群網站。川普其中一篇報文就講，這是為了保護伊朗攻擊荷姆茲海峽的船隻，佮放調講伊朗佮攻擊真正的愈慘。We just hit them very hard, and I say we hit them 20-1. Every time they hit us, we're going to hit them 20. And we did it last night. 川普宣布停止和伊朗臨時停火協議了後，美國中央司令部證實，美軍對伊朗發動新空襲。美國官員對路透社講，這邊的攻擊主要針對防空系統、煙花監控系統、航空飛彈及無人機站點。伊朗官方媒體講，阿巴斯、扎巴哈和科納拉克等等南部沿海城市，接連所傳出爆炸聲音，都摧毀伊朗軍人決心。其中扎巴哈某地區斷電。The reporting explosions taking place is the area around Bushehr. There is, of course, a nuclear power plant in Bushehr. So far, the Iranians are saying that has not been targeted. 另外，近期伊朗官方媒體哈尼吉特南部嘛傳出爆炸聲音，這當時川普一個要控制伊朗就以為命命。We attacked Karg Island last night. I said, don't touch the oil, because maybe we'll take over Karg Island. 在美國空襲了後，破壞煙花科威特、巴林和卡達，天氣白講就第二彈空襲警報。科威特就要宣布因的防空系統，甲一批飛彈和無人機的攻勢走落來。伊朗國會議長卡里巴夫嘛佇咧社群平台放條講，批評美國也未學到巴林和毀掉新路，美國再是無代價。嘛講若是發動攻擊，一定反擊。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. 聯合國嘛關心中東局勢擱一擺升溫，雖然川普捌講無認為戰爭會定啟動，以及衝突真緊就結束，不過這辦會如何發展，恐驚無人料會到。